作為註冊營養師，好多時我都會見一啲高尿酸嘅病人。呢一類病人有個共通點，就係好中意食一啲高嘌呤嘅食物，例如一啲嘅海鮮啊、紅肉啊，甚至乎好中意飲啤酒咁樣。嘌呤喺進食咗入咗身體之後，會經過代謝反應形成尿酸，咁正常情況會經由腎臟排翻出嚟。代謝得唔太理想嘅時候，尿酸晶體好容易積聚，咁而且積聚喺個關節度，造成一啲紅腫熱痛嘅症狀。我試過有病人，佢係因為尿酸問題令到手指腫脹，腫到連戒指都戴唔翻，就好似俾千支針拮咁樣。咁再嚴重啲啦，有啲病人其實會形成到一啲結石嘅問題，導致會影響到日常嘅生活同埋工作。所以處理尿酸問題相當之重要嘅。處理尿酸問題可以分成降解排三個步驟。降就係降低尿酸嘅形成，解就係將尿酸晶體分解，避免佢積聚喺關節入面。排就係將尿酸排出身體外面。有啲成分可以有效做到降解排呢個功效嘅，例如木西草素，佢係一個日本研究嘅專利成分，可以幫助我哋降低血入面嘅尿酸值，同埋分解尿酸晶體。玉米酥提取物亦都有利水功效，可以幫助我哋將尿酸排出身體外面嘅。要快速清走尿酸過高問題，舒緩關節腫痛，可以選擇一啲含有木西草素嘅健康保健品。攝達速降酸採用日本專利成分木西草素，再添加玉米酥提取物同埋乳清酸水合物，幫助我哋降低血液入面嘅尿酸水平，分解尿酸晶體，同時排出身體外面。每日2粒，臨床實證4星期見效，清走尿酸。我推薦攝達速降酸。